OK，好比老师今天一路概念不得打理的对面面喏，教练你的，教练你的，翻译员这个边，翻译员这个边，军人是的，军人是的，警察也，警察也。交通警察银天爷，交通警察银天爷，消防员没得的吗？消防员没得的吗？公务员收要文单，公务员收要文单，邮差啥不的吗？邮差啥不的吗？运动员阿个咋的嘛？运动员阿个咋的嘛？工程师 engineer， 工程师 engineer， 保安龙中医，保安龙中医，老师别说别没。教练里边，翻译员这个边，军人是的，警察也，交通警察一人也，消防员没得的吗？公务员收要文单，邮差啥不的吗？运动员阿个啥的吗？工程师 engineer， 保安龙中医。他是教练，读个你边吧？他是翻译员，读这个边吗？你没有懂呀吧的？